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6月25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113节到128节。撒母耳记上卷19章第1节到第7节。使徒行传27章39节到4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靠单。靠单是一只正常的行的船来讲，这是非常负面的一个情形。但是对伫一只伫海上拄着大风涌，用要沉落去，靠单无拄一定是歹代志。人生靠单只是咧用伫形容一个人的生活生命出现着问题，无法度搁再进前。最近讲到扫罗王，伊对伫得罪上帝，掠做家己是义的献祭，佮违背上帝旨意，私下流落真肥软的情生了后，伊的生命就出现问题。伊的心目真猥琐，佮因为代笔逐项代志拢真亨通，伊就来起着这个嫉妒的心。今日的经文，咱看见着伊的生命的船，毋但是拄着风涌尔定靠单，佮是毁坏沉去啊！扫罗伊不但嫉妒代笔，佮较是想尽办法要来陷害代笔。今日个经文，撒母耳记上卷19章第1节到第7节，咱看到扫罗想要来迫害、杀害代笔。扫罗要求伊的囝拿单甲所有的官长着杀死代笔。毋过约拿单真意爱代笔，就甲代笔讲：我的老爸想要杀死你，你着细字，明仔载早起你去密，伫迄个秘密的所在，我会去野外利弊的迄个所在，徛伫我的老爸的身躯边，甲伊讲起你的代志。我若知影什么，会甲你讲。约拿单对伊的老爸替代笔讲好话，讲请王毋通伤害你的牧人代笔，因为伊毋捌伤害你，伊所做的拢对你真有帮助。伊捌冒着性命危险杀死迄个非利士人，上主予有以色列人得到大胜利，这个代志你拢知，嘛真欢喜。但是安怎无缘无故要杀代笔，然后无辜的人会得罪上帝。扫罗听到约拿单的话，就记得永远的上主救主，我袂杀代笔。约拿单叫代笔来将这个代志经过拢甲伊讲。约拿单带代笔去见扫罗，代笔就继续侍奉扫罗。虽然扫罗的囝约拿单真清楚来甲扫罗讲，但是代笔所做这的好事，拢是有利益伫伊甲以色列国。但是扫罗事实上并无真正接受。今仔日的经文看见伊虽然照全讲袂杀死代笔，但是咱若继续去看咧，就看见伊完全来靠单，伊的性命无法度搁再进行，无法度搁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咱日头前也讲过，
靠搭虽然是一个困境，但是有时阵也是上帝用来保守束缚人的一种的方法。伫保罗受压解到伫罗马的过程的中间，因拄着大风涌，欲要沉船。但是上帝为了要保守因，互因的船会通靠搭，免受到更较大的危险。使徒行传27章39节到44节。天光的时，水手毋捌迄个所在，不过因看到有一个海岸有沙坡，就想看当船驶到上岸也袂。因就甲伊说站长将鼎ฮ็落海，佮甲伊偷开这个船舵的锁，甲船头的旁吊起来，互伊食风，互船驶上岸。不过船离着山并傍山坪来这个靠搭，船头加条条袂振动，船尾也互大涌拍破。平顶惊犯人才会即个人受水倒走，想要甲因拢杀死。不过军官爱要救保罗，就甲因阻止。伊命令捌会晓这个受的人先跳落水，收上岸，其他的人则利用船旁甲船的这个碎片来上落，最后众人拢安全上岸。船靠搭完全的损害，亲像保罗进前所甲因讲的，船顶276人，无有人会损失。罗马的兵丁想要将囚犯拢总杀死，是因为因无法度完成压解的工作。杀死囚犯是一种保证袂互因逃走的一种做法，但是罗马的军官来阻止因，免得因继续靠岸沉沦落去。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。对你无忠心的人，我厌恶；我所喜爱的是你的律法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是保护我的盾牌。我仰望你的应允，做歹人就离开我，互我通遵守我上帝的诫命。求你照你的应允扶持我，保守我的性命，互我因为无因为仰望你失败见效。求你扶持我，我就得救。我要不时专心遵行你的旨意。违背你命令的人，你拒绝因诡诈的失败。世间的歹人，你看这本色，甲因渡去。所以我喜爱你的教示，因为我行为你，规身躯皮皮喘。你的审判，互我惊吓。我有时行公义正直，求你毋通甲我放互压制我的人。求你保证你的仆人处处行通，无受到骄傲的人压制。我仰望你的拯救甲公义的应允，直到目睭花。求你照你的慈爱对待你的仆人，将你的规律教示我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智慧，互我捌你的教示。上主啊，现在你行动的时，因为人拍破你的律法，所以我喜爱你的诫命，比金比纯金更较爱。你为列万事定的律例，我拢遵守，所以我厌恶一切虚假的路。恳求上帝帮助阮伫生活顶悬，用上帝的旨意来做引带，会当谦卑顺服引带阮，无叫阮的性命沉沦靠搭，互阮会当靠主得胜得救，
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